乐利亚爸爸熊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妈咪，欢迎来到乐利亚爸爸熊。囡仔兄囡仔姊，恁爱耍什么佚佗物仔呢？是翁仔还是车？甲恁讲哦，我爱耍的是家己做的物件。Lego， 我细汉时阵上爱耍 Lego 啊！我熟悉一个足够耍 Lego 的朋友，咱来做伙甲伊拜访一下。明环你好，阿金你好。哇，明环是我真好的朋友哦，伊是一个编剧。伊做也讲故事的，不过伊有一个足特殊的才华。这才华是啥咧？就是免讲就知，这就是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我的 Lego。做 Lego， 伊的 Lego 佫有得奖哦。对，这组作品呢，就是参加今年的这建筑的茶点仔比赛，就头1名的作品，做的是100当进前的台北街头，这个所在就伫咧即马总统府边啊，重庆南路甲兴隆路口，所以是大家足定会经过的所在啊。这栋12地铺就是即马星巴克的所在。伊也伫咧哦。对，这栋搁伫咧。迄栋已经已经拆掉，变成大楼啊。无彩。对，足可惜的。所以这是日本时代建筑。对，日本时代的台北街头其实足趣味的，你会使发现讲，伫咧街头有人穿日本衫，有人穿台湾衫，嘛有人穿鞋子啊、洋装啊，各种的文化拢伫咧同一个街头发生。你安尼讲，我才有看到这穿这学生仔的衫、日本衫。对，搁有啥？遐就有一个妈妈伊穿 kimono。对，足水的。这个作品的灵感是来自一个日本画家伫咧100当进前画图，伫迄幅图内底哦，就感觉讲哇，这个台北街头实在足热闹的，所以我除了想讲放足侪人伫咧这个作品内底，我嘛想要做足侪无共款的车放伫咧这个作品内底。看，为迄边开始就是这水灵车、牵车、轿车，啊，搁有铁马，搁有拖拉库。搁有迄是巴士吼。对，内底搁有巴士。我希望这个作品内底就是有各种活动，拢同时伫咧发生，就亲像现实生活共款。所以除了有人伫咧设计啊，有人伫咧佚佗啊，嘛有人伫咧做工程，就亲像咱即摆的都市共款。对，看到做做事的人，你内底敢有别个人伫内底？我想要有一个作品，互大家会使看足久的，所以你看，遮有人伫咧骑铁马啊，有老伙仔伫咧过车路啊，嘛会使看到，有人行路的时阵，互够绿。伫倒位？你这边有互够绿。对，而且嘛有人这脚踏车就是双载，即摆是袂使的。迄当阵敢会使？对，安尼感觉安尼气氛会较活泼。这是咧载回是不是？这拖拉库的车道就是有这载这往来。这么热天就爱食往来。对。明环，这建筑内底敢看有啊？好，刷落来，咱就将这边边就会使看到咯。内底看会到。这栋建筑叫做大仓本店，伊有3层楼，1楼甲2楼是招好这人客，所以1楼就是有看到，会使看到这卖帽仔的啊，卖这去盘的、卖雨伞的这进口货。然后2楼有这裁缝师啊，有这咖啡厅啊，就是有互这迄当阵的人客，就是有各种的消费，拢会使伫遮完成。迄当阵应该较时行这咖啡厅。对，其实大仓本店内底我找无这古早的相片，所以就是看记录啊，加上家己的这想象，家己完成的。用想象力来完成这个作品。对。这1楼就侪人呢，有足侪无同款的店。嘿，就亲像这是这卖帽仔的店，就是有记录讲这间店是这帽仔啊，加这香水啊，是伊上界出名的。
所以我就是有这这有买这芳水的，嘛是有买无仔的这单位，嘛是有这买卡棒的啊，修理手表啊。这个有这汉镜咧看这手表啊。对对对。啊，三楼是咧？哦，三楼就想讲，一间遐尼大间的店，除了这招好人客所在，一定嘛是有因这办公的所在，所以就是因的职员就是会伫遮办公啊，而且因的这社长带领，这因的头家嘛是有伊个较大间的办公室，嘛是伫咧遮。这位是社长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看伊迄个办事，是迄头家型啊。社长办公室有这奖杯。应该是拍高尔夫吧，还是啥？有先。啊，这上顶面这是吊镜还是？对对对，是做一个吊镜。其实我唔知影实际上这个所在伊到底是在做啥？是啥物？对对对，所以就是家己想象讲，应该是较悬的所在，就放一个物件吧。看天车啊？对，看天车，看，敢毋是讲看有歹人要来咯。我就是家己编故事，所以我伫咧做这个作品的时阵嘛，亲像我细汉时阵伫咧算办公会啊共款，就是哪做哪想讲，这是发生啥物代志，这个人是为虾物会来到这？感觉这会影响你后来大汉了后咧写故事这过程。对啊对啊，因为就是细汉时阵就爱编故事，后来就开始会写字了后就开始写家己的故事，所以。到落尾变成一个编剧，我其实一点仔意外拢无。这都合理的。对对对。好，安尼咱来看另外一间好啊。好，这间12地铺，因为有留足侪古相片落来，所以就是差不多是照这古相片，甲伊重新做出来。哦，所以咱是重现百多年前的建筑呢。对对对，无毋对。这二楼的部分虽讲无留古相片落来，但是有记录讲这是这日本头家引导，所以我就有做这榻榻米的房间。哦，所以用 LEGO 买当做榻榻米诶。对，因为因是好野人嘛，所以就房间哦，拢是有册房啊，佮有这放皮仔的房间。哦，我个是这狗仔咧大更轻。毋是狗仔咧大更轻，你可会使看说，这狗仔伊目睭的方向是伊是看到啥？那有认真就是我想讲哦，因兜足好野，安尼应该有这贼头会偷啊想要两日来偷摕物件。伊是贼仔安尼。对对对，伊狗仔发现啊。对，大家拢足无闲，除了这狗仔发现有忍者来啊。我发现讲除了狗仔，佮有别动物呢。有这鸟啊，鸟鼠，鸟鼠的假气死。对。边啊这是？这12地铺边啊，真正是一间卖大饼的店，所以我嘛甲伊做出来啊。哦，所以伊较早就是咧卖饼。是。这敢若法国的苦力布诶。你看这大饼啊，这外国甲台湾的应该拢是差不多。所以这是传统诶。对。这间咧卖气势。无啦，我想讲这应该就是求新求变，应该嘛是有较现代的物件，伊伫讲一间店内，嘛有卖安尼。这间佫有人敢若咧画图。哦，拄则有讲到讲，因为什么我会完成这个作品，是因为我看了日本时代一个画家的图，迄个画家就是这位，对，因为就是想讲若无100档以前的这位画家伊完成这幅图，我就无这个灵感好完成这个作品，所以伫咧做这个。作品的时阵，我就想讲爱将这个画家嘛，甲伊藏起来。哦，就是细的写甲伊藏起来。这幅图就是你讲的。对。那有这种咧？专工去做的。你家己做的？请人做的。真厉害。对。我发现讲这除了这人以外，动物嘛有足细只的动物，亲像这粉鸟嘛伫这厝顶。一个作品若是只有建筑，你就是看了就无啊，但是。你有放这人物的故事啊，小动物来，就会使互大家看足久的。你发现讲每一个所在拢有一个小故事伫咧发生。这毋是若是人的世界，这是大家动物啦嘛伫内底。对。哇，真好呢！爸无想敢若有话要讲哦。连环阿金，请完成一个LEGO作品。无问题。好，咱即马就开始来完成一个你家己的LEGO作品哦。好。今仔日要完成的是
一台担。头先，阮为这担的基础开始，头起先摕这薄棒，会使经历家己介意的色。这个所在就是要放这车轮仔的，好，安尼车轮仔的部分就完成啊。好，安尼就爱盖厝顶啊哦，咱会使安尼装。就感觉哎哟，这乃软的感觉。水灵车、离仔甲、轿车、铁马、拖拉库、巴士。